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下面讲了，你的名？我的名陈金龙，陈金龙好。嗯，这北道内面你有画什么？画这只牛，牛一般的牛，金牛，就是真有耐性，真有耐力，伊最忠诚，忠诚伊会认主人，每工看伊接近伊，伊会认伊，知影互伊食，知影叫伊做，伊就拢听这主人的话，所以牛做工课虽然慢来讲，但是伊有耐心，会当为主人所要求的，伊会慢慢甲完成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写这句话是安怎念？这句话安怎念？你念一摆好无？无成最耐力，忠义持主。好，安尼阮来看第二张图。来，请问你这张图你画什么？这张这张咱普通讲白灵是，就是去后早人陪走的，伊毋知影，伊感觉这个所在有解，所以伫遐颠动活动，人规定离开，伊无离开，结果呢，抬头看。伊虽然落单出群，但是伊就是要找看这所在有解，有一日规群做伙会甲这群鸟仔讲这所在是好的所在，所以伊才我就去落单，变做喜爱记录。这是啥物字？知知咯，喜爱知咯，伊第一只等待其他人做伙转来，甲因讲遮足好诶，安尼啦，好，真赞吼！你每一北道内面拢有故事哦，好，多谢你诶分享，安尼就会当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嘿。